国际新闻来关心以下战争进前有停火，也毋过即马阁继续咧战。以色列阁开始轰炸加沙地区。因为美国总统拜登昨昏是警告讲，以色列会因为对加沙地区的轰炸引起反感，失去国际社会支持。以色列用定发性而且无差别轰炸加沙，百姓失去至亲的画面，逐天伫国际媒体报送的时阵，美国总统拜登昨日用真少看到强硬带有警告意味的口气表示，以色列行为对加沙的轰炸，却失去国际社会支持。伊认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理解这一点，不过对伊的战时内阁都无遮尔把握咯。当地黎巴嫩的哈马斯领袖之一哈姆丹就表示，拜登即马总算知影加沙战争是疯狂的行动咯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一礼拜会去以色列直接进行参详。拜登搁一摆警告以色列唔通亲像2001年由于恐怖攻击事件了后，美国反应过度共款。拜登伫这会进前就是10月伫白宫募款活动，公民节招待会顶悬面对犹太的关键人，直接表示家己甲以色列领导人有无共款的意见，佮讲起一段以前的往事。I've known Bibi for now 51 years. He has a picture on his desk of he and I when he was a young member of the Israeli service here, foreign service. And I was a 32-year-old senator. And I wrote on the top of it, Bibi, I love you, but I don't agree with a damn thing you have to say. It's about the same today. 伫拜登募款活动讲话进前，纳坦雅胡则感谢美国支持，得到对地面进攻的全力支持，佮当助国际社会要求停火压力。יש מחלוקות לגבי היום שאחרי חמאס, ואני מקווה שנגיע להסכמה גם כאן. 联合国大会10支伫193席当中，153票赞成通过立即人道停火，不过无实际约束力。顶礼拜美国则伫安理会放过一项内容共款的决议，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